好食的料理，食了互人有幸福的滋味。不过，这款滋味却去互歹心、恶恶道的人摕去做歹代志。暗公鸟校长知影了后，就成立一支料理救援队，队员有狗仔阿光、猫咪阿月仔、兔仔阿草、羊仔阿雪。因的任务就是保护在地食食文化。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。同齐团圆，大家来收圆。最近天较早暗呢，这种寒寒的天气，咪伫咪酒杯内底困上好。阿月仔，紧精神啦！同齐就先要到啊！无毋对，同齐是规年烫天，日时上短，暗时上长的一天，一天爱食圆仔。多谢阿草提醒，我少想食圆仔足久啊！咱来烧圆仔。材料看好啊！有紫米粉、乌糖、红豆啊，爱先用电锅煮红豆汤来配圆仔。我想要食包红的甜圆仔。那安尼，我甲阿月仔来传乌麻甲土豆甕，皮就交予阿雪甲阿光处理。好。把水拿倒入去紫米粉内底拿拉，搁添一撮果汁来插色。烧，像咧耍黏土咧，嘿嘿。爱注意哦，水伤少会逼开，伤济会黏手。爱搁加一撮粉搅者。是，了解。阿雪总破塞。啊，拢传好啊，烧做一丸一丸啊。阮嘛来斗热咧。恁看，我烧一个九卡银的圆仔，真果水呢。阿公，你真戆。传统嘛有咧捏面粉红啊，有的所在会烧鸡母狗啊，咱来算看卖。嘿嘿，我捏一只了起啊，头家。这看起来无好食呢。好啦，欢喜就好。恁拢在烧圆仔哟？对啊，大家做伙烧圆仔就好耍。圆仔代表团圆圆满的意思，看起来恁有感受到啊。红豆汤滚好啊，紧来铺圆仔。哦，圆仔铺好啊！来看。啊，咻，啊，拢煮出来啊，够好食。家己烧的圆仔真好食。大家这辛苦，要甲圆仔记伫身机食谱内底无？当然，这是阮用心做的料理。好食的料理有香肉的色记、好片的芳气、大嘴的滋味，上界重要的是生意食水甜。完成啊！后摆才分予较侪好朋友食，互因感受一下团圆的气氛。这摆料理救援队成功呈现在地料理，行，做伙刷摊食好料的。我咧。